好，相信全部的同学站起来。然后呢，找5个人，5个人要说：今天看到你真开心，今天看到你真开心。现在是回到我们在上方，跟着你走自在的方向，在这日子草原，我身上，在地方随着风来，每个上面都被看得到，在你身旁。在这